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咧讲，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咱新闻不时嘛报道一寡厝边为了小可代志，你破面变做歹面相看，实在是少唔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你破的你，读落的你第3条，嘛有人读做你第8条。你就是用刀啊切入去到物件内底，刷来规个切开了，咱讲是裂开。另外破巴肚，嘛会当讲是裂巴肚。用刀啊甲皮刮开，咱讲是裂皮。另外，咱嘛看到这个裂会当形容物件用刀啊轻轻啊甲物件切开，咱讲是裂开。甲油啊裂开，或者是讲甲飞机裂开。另外裂开嘛会当讲是裂开。裂嘛会当算是用刀啊刮物件的单位，像讲互刀啊刮一裂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就是你破面，意思就是拆破面，也就是公开冤家，无顾对方的情面。若你破，嘛会当讲是拆破。第2个词读做裂花，嘛会当讲是撩花。应该大家拢有食过炒腰子，或者是炒鸡鸡，用刀啊伫咧顶面撩一顺一顺，较会熟、较水，食起来嘛较好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餐厅料理足出名，特别是炒鸡鸡、炒猪腰子，拢会先裂花，炒甲香讲香。因为安尼生意有够加野，落尾2个合伙的头家，虽为小可代志你破面，无偌久这间店就收起来，实在足无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你，另外一个音读做你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